喺收款頁面輸入交易金額，撳確認，然後喺呢度揀選八達通收款，然後再指示顧客將八達通放近 NFC 感應區，再等幾秒，直至畫面顯示收款成功就可以啦。登入 KPay 後，喺收款頁面撳八達通設定，你可以選擇八達通經 KPay 開通，或者商用版八達通。假如你已經經 KPay 開通八達通收款方式，請選擇八達通經 KPay 開通。假如你想為多間分店同時轉為八達通經 KPay 開通，直接開啟一鍵轉換，然後再撳確認，就可以統一經 KPay 開通嘅八達通賬戶收款啦。如果你喺使用產品期間遇上任何問題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嘅客戶服務團隊會全天候協助你解決疑難。